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別個營10年營吞真姐，今日拍一套名小大海，中南花開到棒，睇山景，花係大橋，睇綠豆，睇沙灘哦，落嚟就可以游水到棒啊！無遮擋海景第一排哦，當時只買落嚟60幾萬，而家只需要18萬8可以拎包入住，所見即所得哦。建築面積係51平嘅，呢套房係用雙海灣風島，呢度入戶送嚟一個入戶花園，呢度可以送嚟一個入戶花園，入嚟就係櫃，業主做得係櫃，廚房洗手間更10分嚟，而家目前係 BK 度最平嘅 BK 比較新一啲，有6年嘅樓齡嗬，地板啊牆啊乜嘢都好新。你冇住可以買過嚟度假又可以俾酒店管理。10月1號每日都有可以縮租到300蚊1日嗬，又可以度假，又可以養老，又可以俾酒店管理嗬。而家18萬8拎包入住，一口價我想話18萬8，有興趣直接用我10年營吞真姐睇樓，拜拜。